靈修2025年5月27日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馬太福音5章9節，在這個充滿張力與衝突的時代，社會極化，族群對立，家庭紛爭愈演愈烈，人心常常處於焦躁與不安之中。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宣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馬太福音5章9節，這不僅是一句應許，更是一個呼召成為和平的使者，是每位基督徒的身份與使命。和平並非消極的沉默，也不是逃避衝突，而是主動去修補破裂的關係，帶來理解、寬恕與合一。在家庭中，我們學習以愛化解誤會；在教會中，以謙卑包容不同；在社會中，以真理與恩慈回應仇恨與不義。我們效法基督，他以十字架成就與神和好的和平，也教導我們與人和睦相處。身為神的兒女，我們不只是接受和平，更要成為和平的帶來者。在這破碎的世界中，每一個願意放下己見、伸出和解之手的人，都是天國的見證者。願我們在紛亂中活出這份不俗世的和平，讓人從我們身上看見那位和平的主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真平安，讓我們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，仍能在你裡面得着安穩。主啊，我們活在一個充滿爭端、對立與傷痕的世代，我們承認自己常因軟弱、驕傲與自我，無法成為真正的和平使者。求你憐憫我們，潔淨我們心中一切苦毒與偏見，使我們的言語與行為能帶來醫治與和好。教導我們放下成見，用基督的愛彼此接納。教導我們以柔和代替暴躁，以聆聽代替指責，以饒恕代替報復。主啊，願我們不只為和平禱告，更願成為你和平的器皿。在家庭中，在教會裏，在工作場所與社會中，活出那從你而來的和睦與恩慈，使人因我們的生命看見你的同在與榮耀，並稱我們為你的兒女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